標題：五一假期，許長宏與好友的明尼蘇達湖釣之旅滿載而歸。大家好，我是你們的短視頻講解專家。今天帶大家走進許長宏和他的好友在五一假期的精彩湖釣之旅。這次他們選擇了風景如畫的明尼蘇達州，那裡湖泊星落齊布，是釣魚愛好者的天堂。許長宏和他的朋友駕駛着自己的遊艇，迎着清晨的逆風，駛向湖心。湖水清澈見底，陽光灑在湖面上，波光粼粼，彷彿一幅美麗的畫卷。他們準備了專業的釣具，滿懷期待地開始了這次釣魚之旅。在湖中，他們不僅享受了大自然的寧靜，還體驗到了釣魚的樂趣。許長宏和他的朋友輪流拋竿，耐心等待魚兒上釣。每一次魚竿的展動，都讓他們興奮不已。經過幾個小時的奮戰，他們的收穫可豐，釣到了各種品種的魚，包括鱸魚、鱒魚和鯰魚等。這次湖釣之旅不僅讓他們收穫了滿滿的魚，更讓他們在繁忙的生活中找到了片刻的寧靜和放鬆。許長宏和他的朋友在遊艇上分享了釣魚的心得，笑聲和歡呼聲在湖面上回盪。最後，他們帶着滿滿的收穫和美好的回憶，結束了這次難忘的五一假期湖釣之旅。如果你也喜歡釣魚，不妨在假期裏約上好友，來一場說走就走的湖釣之旅吧。關注我，了解更多精彩內容。我們下期再見。五一假期湖釣，明尼蘇達州，許長宏，遊艇釣魚，滿載而歸。愛着藍色的海，我的海將壯麗寬廣，我愛海岸聳立的山峰，俯瞰着海面像哨兵一樣。